先提提大家，而家記得要喺出發前3日內上網完成電子入境卡，完成之後儲存好 QR code， 咁就確保入境暢通無阻啦。之前嘅影片介紹過數萬那普機場裏面嘅平價 food court 同埋唱錢攻略，有興趣嘅朋友歡迎睇翻右上角上一輯嘅曼谷 vlog。由機場出市區大概半個鐘左右，機場搭計標嘅的士，喺等候區攞飛，行到對應嘅號碼就可以上車。除此之外，用 Grab 呢個 call 車 app 亦都非常之方便，明碼實價，相對會比較安全，但係繁忙時間就要等耐少少。今次揀嘅住宿喺湯窩 BTS 站附近，交通方便，性價比高，環境超新淨。影片嘅最後再介紹下今次嘅酒店。今次嚟到曼谷，終於試到人稱自助餐天花板，極多人推介嘅 Copper Buffet。綜合咗少少攻略同大家分享。我哋去嘅係 The Sands Pink Lau 分店，係喺一個小商場裏面，重點係商場裏面冇乜冷氣。我哋 book 咗7點至9點嘅時段，大概6點半可以開始喺 reception 排隊拎咗台號先，到7點正先至可以正式入座。未正式入座之前，外邊都坐滿咗等待嘅人。可能因為呢個商場都冇咩好行，大家就乖乖地坐低等候。等候期間，餐廳有泰式奶茶提供。去到7點正式入座，大家就排隊入去自己所屬嘅台號。餐廳裝修都係非常之新淨同埋好靚嘅。猶如平常嘅自助餐，大堂係可以自助拎到嘢食，種類就唔算好多，但係就有大大隻嘅生蠔、凍蝦同埋青口。燒蝦都勁大隻，全部都可以任食，亦有幾種串燒，望落去樣子都非常吸引。幾款炸物，有炸雞、炸天婦羅等等，亦係即炸脆卜卜。當然都有幾種唔同嘅麵食，仲有生醃蝦、生醃魷魚等等。比起喺夜市見到嘅生醃，呢度嘅食物安全指數當然高好多，擺盤又靚一靚，值得用腸胃搏一搏試下佢，又幾好食㗎喎。仲有好幾款魚生刺身可以食。入座頭半個鐘，出邊就人山人海，大家都瘋狂喺出邊攞嘢食，非常之熱鬧。自助餐嘅收費分咗幾種唔同嘅級別，分別在於主食嘅選擇。個人認為食最基本嗰種就夠啦，因為根本多嘢食到食唔晒、試唔晒。基本嘅套餐已經包含咗可以揀龍蝦做主食，每位一隻。呢個主食坐低之後大概半個鐘左右就會上菜。個龍蝦都幾大隻下，肉質彈牙，非常高質。Copper Buffet 而家可以網上預約，但係就要先付全數。book 位嘅時候要揀好主食，千祈唔好喺大堂拎嘢食得太飽，因為好東西係要另外向侍應落單嘅。佢哋喺呢個菜牌上面嘅所有精緻菜品全部都係任食，可以逐樣試都得。喺櫃台向侍應講低台號同埋菜品嘅 number， 落單之後好快就會上菜送到座位上，碟碟都精緻，有擺盤放到好靚，猶如食 fine dining 一樣。相信呢個就係佢成為 Buffet 天花板嘅原因之一。胃口有幾大就試到幾多種，每一樣都幾高質。最正就係每樣都係1人份量，細份，可以試多幾種。人多一齊分享嘅話，仲可以試多幾隻添。可以提前喺網上研究定 menu 裏面有咩食，或者影低個 menu 坐低慢慢睇。如果唔係，就要企定喺個 menu 牌前面慢慢仔細研究啦。飲品方面，特飲可以喺大堂嘅水吧選擇。當日就有4種特飲可供選擇，裝特飲嘅杯要喺自己台面拎過去。另外仲有自助水吧，提供任飲嘅咖啡、茶、汽水等等。精緻嘅甜品都有幾種選擇，大堂嘅自助甜品區都有唔少嘢揀，非常適合甜品有另一個胃嘅女士。記得留返多啲位試下佢哋嘅甜品。2個鐘嘅用餐時間要試咁多嘢，其實都幾緊絕。但係一個價錢食到咁多嘢，而且可以食得精緻，都算抵食。未試過嘅話，都建議試試佢。同樣嘅套餐 ，The Sands Pink Lau 分店比起 Central World 分店平啲，不過位置就比較偏遠啲。今次快閃4日3夜，其中1日行程去到 Icon CM， 一個超大型嘅商場，裏面仲有好大嘅 food hall，嘢食嘅種類極多，
人流亦都超多，繁忙時間就有少少難揾位，而價錢唔算特別平，但勝在超多選擇，各式各樣嘅嘢食全部喺度一站式揾到，仲有唔少手信可以買。行完街食完個午餐，順便喺商場外面就可以搭船遊覽一下，由 ICON CM 搭到去著名嘅鄭王廟，即係而家時下好興租借泰服打卡嗰度呢。船程大概20分鐘左右，一位都係40泰銖啫。不論係船遊定係鄭王廟都值得體驗一下。喺船上嘅風光都唔錯，船行駛嘅時候都幾大風幾舒服嘅。鄭王廟入場係要收費嘅，一人200泰銖，包咗一支支裝水。注意入廟嘅服裝有啲規定，例如唔可以着帽袖、露背、熱褲等等。不過露肩嘅女裝泰服係冇問題嘅。入面都真係好多人着住泰服打卡，周邊亦都有好多租借泰服嘅店鋪。租借泰服1小時大概200泰銖左右，我哋就冇試啦。鄭王廟又稱黎明寺，係一個非常有名嘅地標，歷史相當悠久，外觀亦都超壯觀，而且雕刻嘅工藝超凡。嚟到 ICON CM 呢邊，順路經過嘅話都值得嚟睇下。今次我哋一行有7人，喺 Grab call 車原來可以揀10人嘅大車，雖然人多，但係點到點嘅交通都好方便。嗰晚又試咗一間極高質嘅海鮮，人夠多就可以試多幾種唔同嘅菜式。呢度嘅咖喱蟹超好食，超級高質。落完單之後，侍應就會帶你去揀蟹，順便磅埋重，保證新鮮，絕對推介呢個菜式。而佢哋嘅生蝦會配埋苦瓜，生蝦配上苦瓜係有另一番風味，食落仲幾清新添。燒蝦同樣大大隻，每人一隻食得超開心。另外仲有超足料超多蟹肉嘅蟹肉炒飯、青咖喱、冬陰功、椰子湯、粉絲煲、蠔餅等等，全部都超好食。如果一大伙兒去到曼谷，絕對推介呢一間海鮮餐廳。坐得舒服之餘，嘢食樣樣高質又好食。今次曼谷之旅試到2間靚靚又舒適嘅咖啡，其中一間猶如置身喺森林裏面，非常之寫意，好適合閒遊休息一下，飲杯咖啡，食個雪糕，亦都有好多主食可以揀。最緊要係人流唔算多，坐耐啲好好放鬆下都係唔錯嘅選擇。而另一間係以波子汽車為主題，算係一間小小嘅博物館，裏面擺咗幾架陳列品，亦都有 Porsche 嘅周邊商品，地方超寬敞，而且 menu 價錢都唔算貴。Porsche 嘅車迷就一定要嚟朝聖下啦。呢間 cafe 就喺上一輯推介過嘅好食糯米飯附近，可以喺嗰邊食完個糯米飯再過嚟坐一坐休息一下，都係一個幾好嘅活動。夜晚我哋去到直拿卡林火車夜市，呢個夜市冇太多遊客，完全唔逼人。不過呢個夜市淨係開4、5、6日嘅晚上，上嚟嘅話就要注意日期。我哋去嗰日有部分嘅夜市乾貨鋪頭都冇開門，人流少啲，唔使大熱天時仲要人貼人咁行。經過小食檔口試咗地道嘅生蝦仔，超生猛，開蓋之後狂跳，都手甩咗幾隻。撈埋啲辣汁好嘢味，又夠辣度，食落幾爽口，係好有趣嘅質地。夜市裏面亦都有好多攤檔賣嘢食，可以滿足到掃街嘅慾望。我哋揀咗一間嘢食種類都幾多嘅排檔坐低，除咗可以按排檔嘅 menu 去點菜，亦都可以喺夜市嘅小食檔買到一啲嘢食過嚟坐低慢慢食。其中一位朋友喺蟲蟲檔攤買咗蟲蛹，都係第一次。至於其他品種嘅酥炸昆蟲，留返下次有機會再試啦。歡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下你嘅食蟲蟲經驗。呢個排檔嘢食都幾大份，泰式味超濃，尤其是係冬陰功超濃厚，食得勁豪氣，仲叫埋泰式嘅烤魚同埋燒龍蝦。呢個排檔食物水準都幾高，菜式嘅種類多，價錢都幾優惠，話住食都冇仔細逐樣影。不過呢個排檔都非常值得推介。仲有喺夜市小食檔攤買到生蝦，
喺夜市環境裏面試生食都係勇氣可嘉。好彩呢個檔口嘅衛生環境都唔錯，生蝦食落都幾鮮甜，食完冇肚痛。呢個夜市距離市區有少少遠，我哋由市中心搭 Grab 大概都要半個鐘車程。仲要注意喺曼谷某一啲繁忙時間係超塞車嘅行程裏面，終於試到另一間榮泰松，一直心心念念未有機會試。呢間一如既往大排長龍，不過人流都入得好快，大概等咗15分鐘左右就坐低。同樣有湯有乾撈，亦有唔同嘅麵底可以選擇，主要就分成魚蛋同埋豬肉或者兩溝。同行超食得辣嘅朋友，你就覺得呢間比起對面嗰間冬陰功味會比較濃郁，好食啲。連啲小食好似係炸魚皮同埋魚皮餃都超好食，一個人食返2-3碗都唔過分。剛才喺行過嚟榮泰途中，到車仔檔有賣奶茶，大家又好有勇氣咁買咗杯嚟試下。果真又幾好飲喎，泰式奶茶叫咗少糖就唔會太甜，茶味都幾出。膠袋包住幾嚿地道，外面仲有層靚靚嘅牛皮紙袋。呢個街邊檔比想象中乾淨企理，最後冇肚痛，挑戰成功。最後再講下今次嘅住宿 Oakwood Studio， 成個裝修超新淨，而且幾新潮。房價連早餐大概500蚊港紙左右。房間企理四正又乾淨，有一次性嘅用品提供，景致亦都唔錯，仲有泳池添。雖然泳池雖小，不過都可以浸下水玩下。酒店嘅早餐亦都幾豐富，而且每朝都有少少唔同。酒店附近仲有大型嘅71，好方便就買到宵夜。距離 BTS 站大概行5分鐘左右，但係酒店有提供嘟嘟嘅服務。可以搭佢哋嘅嘟嘟去到 BTS 站，咁就可以慳到腳骨力，同時體驗埋坐嘟嘟。所以呢間酒店俾我哋整體嘅體驗都係非常好，下次再嚟都會再住。